到这个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重要的活动，也就是我们哈克乐园要过15年的生日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原来就係8月初一到8月初8，很多比賽就係新北市嘅客家文化園區哦。没错，那这次我们的15周年生日派对呢，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特色的项目，比如说有我们的 DIY， 还有我们的闯关游戏，另外还有我们精彩的节目，非常的厉害，还有其他特色，我们再一起去看看吧。走，可以。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园区的合成广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染印系列活动，会有1500个人参加我们15周年的染印活动哦。过去这么多年来呢，有很多的联赛，但是这次15周年中国太感活动，总统某球员艺术家冲浪雷州连展了。有喊来了，马上有喊来了，无喊不要来了啦！快点快点，要来玩哦！我们昨天见。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福气乐的节目。家下看到嘅短片，所有嘅乡亲朋友是啲今日嘅做嘛嘅，今日嘅图大家出去了咧，係台人社子做啲手ขี手強下去了嘅地方，是呢個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今日來分享你今屆裏邊，一開始來分享嘅係你新北市客家事務局嘅局長林淑琪分享。大家好，我是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局長林淑琪。今天當歡喜來到福氣來了，今日同大家見面。耶，分享！哇，聽你咧要講係哪個嘅裏邊哦？佢係呢個荷蘭人文蘭。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嘅荷蘭先生文蘭。今天非常高興呢，在福氣節目來了，跟大家見面。耶，分享哦！今天坐在這裡，我有種感覺就是，我覺得兩位真的是走氣質溫柔路線，有冇？有愛用嘅感覺？你就我的哇，分享說大家好，我是，就因為在三峽這個地方，就覺得很有藝術氣息，所以在那邊也可以感染愛用嘅氣氛，錯冇？真勁係愛用嗬，有嗬。有，大家看到嘅短片，大家就知啊。我覺得今天真的很開心，今日係現場嘅播出，所以今日昨天同大家的分享就係我們生日快樂呀件事情，對不對？所以就是今天就是我昨天講係新北市客家文區的生日，然後今天邀請局長還有我們的文蘭阿姐來到亞片，就會跟大家分享我們有一系列的活動，對不對？我們從局長開始跟大家分享。很謝謝今天很特別啊，杜杜後黑。我們園區15歲上面，8月4號，園區從94年開始，好到現在就15歲了。是，那很特別，就是我們的園區是全台灣第一個有客家文化場館哦，算是全台首座。是啊，所以這15年來，我們辦了很多的精彩的活動。那這一次的週年慶，我們結合了我們的建築物，還有之前的一些藝術展覽或是藝術表演。還有相關的一些 DIY 課程等等，就希望帶給我們的所有的市民朋友、好朋友們來到我們園區呢，都會非常的開心，真的很棒哎！因為公司才把亞黑暑假，對，然後很多小朋友都放暑假，就說到底要去哪裡嘞？其實很多地方，可能有些地方比較遠，但是我說黑都新北市梯否，然後大台北地區的朋友，當然哈，我們也歡迎來自於其他各地的朋友。就在這個禮拜，今日開始到禮拜6，我們可以直接到這個地方，對，然後參加親頭給法通，對不對？而且不是只是去看展覽，它有很多可以親自參與的活動，對嗎？對，可以親自體驗的 DIY，還有精彩的節目可以欣賞。真的，比如說我知道輕有秒就會。剛才局長有講到嘛，對不對？你看，我們8月1號開始就有了。8月1號開始，我們有開幕的茶會。那當然啦，現在是8月3號嘛。是。其實，在8月3號開始呢，我們每一天都有那個捐印的活動。哦。然後也有一些 DIY 的課程。是。當然還有一些VR 的體驗課程。哦。最重要是在8月8號的時候呢，我們有100人藍鯨 DIY。哇！這個活動很特別哦，就是曾經到過我們園區參加過活動，他只要上傳他的來參加活動的照片，他就符合我們參與這個活動的資格。對，所以這種感覺是不是像回娘家一樣？對，你曾經來玩過，我們邀請你再來玩，沒錯。如果說你沒有辦法曾經來過回娘家，你第一次來沒關係，我們有捐印，1000人捐印的活動，每一天都有。新朋友可以參加我們的捐印 DIY。是。然後呢，靜態的展覽也很特別哦，因為我們15歲的生日，所以我們也
邀请了从94年开始到现在，对，每一年精彩来展览的艺文艺术家也是一起回娘家，对他们非常经典的作品，就在我们15周年庆的活动里面，对，在我们的馆区有非常精彩的作品展出，所以来到我们园区可以有玩、有体验、有 VR 的享受，又可以把重要的纪念品带回家。哇，好棒哦！而且我觉得听局长这样讲，真的很适合啊，就是台音土水子、泰卡 Q 哈雷，爱用给港豆冲嘛。你看泰卡有糖豆吗？其实刚才看到，如果你曾经来过园区参加活动，我们有一个百人蓝鲸 DIY， 对吗？烟囱也有带到我们这个在这边，对，是不是请文兰姐帮我们介绍一下？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们这个百人蓝鲸，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美美的这个 logo？ 有，其实呢，我们是特别精心设计的哦。这边因为是适逢15周年庆，所以有一个1跟一个5。那这个1呢，我们就知道蓝染的原料是什么？它的植物就是马兰。那这边呢，就是用它的叶子的一个意象，马兰的意象呢，然后呢，代表我们客家文化园区在三峡这个地方立足。然后旁边这个5呢，就是用桐花来代表它是圆圆满满的。那象征着我们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啊，传承推广这个客家文化呢，是很圆满的哦。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贴心小设计，有没有看到？这个手把呢，它就是呢，我们特别呢跟老师呢，设计了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突发奇想，我们常常握着它呢，这个是白色的袋子呢，它就会弄脏。那我们呢，就用蓝染呢，再把它的颜色弄上去，反而呢，这个壶带，水壶的壶，这个壶带呢，它呢特别看起来呢，我们的客家意象啊，就非常非常的明确哦，超有质感的。我觉得真的很贴心呢，因为真的。包包都很干净，可是那个背跟提的地方就黑黑的，哦，太棒了！所以我想帮观众朋友举手发问：这个活动我们如果去参加，我们是有机会可以带回家是吗？周亮够。对，哇，这就是带这一模一样，这样整个带回家。对，哇，好棒哦！就做好你自己的 DIY， 对，就把它带回家。那如果我们自己去做，可以这么漂亮吗？可以，有信心，很简单，是免费。这个好重要，因为这个因为共识在吧？我觉得有时候园区举办很多活动真的很贴心。你看，你就来，我们大家一起聚在一起，七众 Q 哈，他卡 Q 哈 DIY 有自己手做的温度在里面，还可以带回去。那我可以再帮观众朋友问一下，因为包秒啊，就像刚刚局长有讲嘛，就是你要上传照片，对，然后现场有可以报名吗？有也可以。关于百人蓝鲸是现场报名，然后所剩的名额，照我今天早上看来，已经所剩名额不多了。所以有兴趣的朋友，赶快手刀上网报名哦！再来这个捐印呢，现在把手机拿出来，立刻上网报名。然后我们这个捐印 DIY， 我们8月1号到8月8号。每天都有现场30个名额给大家。是，就刚刚局长有说，现在就立刻上网拿手机。新北市客家文化 Q 给庙山就做得包庙，对不对？对。然后而且是回娘家的心情，所以小心青董你就第一，因为以前有黑沟嘛，所以像报名很容易。我们黑沟没有报名到烟囱也有一些名额，对。然后像文兰姐讲的，如果那个真的额满了，我们还有那个也好漂亮，对不对？不一样的感觉是，所以它也是一个小提袋，小的这个饮料袋，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一样也有我们15周年庆的这个客制化的 logo， 是好可爱哦。所以像这样子，黑工你可以买出一个时间，你有个大包包可以装那个装菜，那个小包包就可以装洗头的时候最好用，洗头放手机啊、钥匙啊，提一个小包包，对不对？就可以出门了。然后小零钱包、手机啊。然后下雨天还可以放雨伞，你看我们多贴心，先帮大家想好放什么。这个就是千人捐印的 DIY， 是对。那日期也是在每一天都有，8月1号到8月8号，每天都有上午场次跟下午场次，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时间。对嘛？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看你哪一天有空。黑工你别不哈，真的给不你某事情你就嘎嘿，对不对？而且是大家一起 DIY，那个做完也是可以当带回家，对。我觉得局长真的很棒局长说
带回家，真的很就希望大家来。对，希望就會睇下夾了，就會按樣嘢。聊下咯，睇下手解嘅，帶起來按樣嘅法筒，還有當到其他嘅法筒聊下。你等下陣再講。呢啲一堂節目咧，大家分享啊，南亞一個來賓係馬莎的係呢個參發線上鄭國芬線上分享。主持人好，各位來賓大家好，我是曾國芬，很開心今天來到現場與大家見面。耶，歡迎國芬老師哈！第二堂節目看到國芬老師就知道，我們這一段我們一樣跟上面一樣走氣質藝術路線，有沒有？我們要介紹藝術作品了。不過我先跟大家補充一下，大家會知道我們上一段節目有共鬥，像那個小戴戴啊是有條件的，就是你大家來回娘家，對不對？可像那個千人捐印就是沒關係，只有來過。對，沒來過有興趣就做得來，對不對？好，太棒了。不過我要跟我們福氣來的這個鄉親朋友講一下，如果你去了報名額滿了，黑公你真銀冇拿到，不要害怕。你看我們多棒，局長多貼心，請你在我們的這個粉絲專頁就臉書要變下新北市客家文化延期生日快樂，你就有機會得到這個提很久，手把也不會看出來髒髒的那個手提袋的壺袋。我們準備5個，對，有5個哦，有5個，做得送本大家，所以鄉親朋友大家有看到，你新北市客家文化日期生日快樂，你都歡迎你來免數台下留言，是有機會就得到。通常我們如果準備這樣禮物，都會非常的熱門，會有很多的朋友留言，對，希望幸運兒可以得到這麼棒的壺袋，耶，好開心哦！所以根本你看，真的是大日子，我們根本也係周天唱誒，又係生日。對，好，回到我們今天這一次的活動，看起來感覺上是有很動感的活動，我們也有很靜態的展覽，對嗎？沒錯，我們這次因為15週年的生日嘛，哈，故此我特別邀請哈，從94年開始都園區哈曾經展覽的頂尖的藝術家，各類的哈15場，對，來到園區展出他們非常優秀的作品。那國芬老師就是其中一位哈，是我們15位裡面的其中一位。那除了殘花之外，還有譬如說版畫啦，很特別的皮雕啊，還有紙雕，還有水彩畫、油畫等等，大家可以想到，還有攝影哦，所以大家可以想到有關的藝文的部分哈，基本上都看得到，真的非常棒。有喊他噶去聊聊行行哎，真嘅，黑公你想去搞，你就去搞；黑公你想去看展覽，你就會點睛去看展覽。告訴一下，鴨田是安耶，又可以吹冷氣，還有又輕環保，知道嗎？對，所以特別歡迎到國芬老師，大家有看到，你看在這邊有一個好漂亮的殘花作品，知道嗎？對，然後我的這個左手邊也有一個好漂亮的殘花作品，都是老師的作品，知道嗎？對，所以這一次去看展覽，也會看到老師的作品嗎？可以，因為這一次因為園區15週年慶，所以這一次展出的作品裡面有一件比較特別的，它是在2012年那時候的邀請展就展出過，它是以展翅為主題，因為它要傳達的是一種殘花一般人都認為它是一個很傳統的工藝，但是我們要怎麼讓它在不只是傳統，而更要當代。對，然後所以把殘花承先啟後，是，然後這其實就很符合園區這15年來不斷的求新求變的一個精神，然後也是當時在做殘花創作對自我的期許。對，然後除了那一件展出過的展翅作品外，還有展出另外的作品，就好比現場藍雀以動物為造型，有別於傳統殘花以花卉植物為主題，然後最主要也是希望說可以改變一般人對殘花的一個刻板印象，對，然後讓大家對殘花一個全新呈現的一個感受。對，大家可能會想到，哇，這個作品聽起來真的很棒。那現在看到像藍雀案的作品，也還像亞作品，剛才國芬老師講的作品，我們不能在現場給你看到，對不對？你會睇到 K 片，這樣都得看到，錯嗎？對，所以我們就是跟觀眾朋友講說，就會這麼厲害。你給我們賣個小關子，睇到 K 片，靜靜的欣賞國芬老師的作品。其實公司才發碟6樣值錢，也公告給世界同老師有分享青斗殘花的，我們說技術也好，藝術也好。真的很難呢，
对，所以要，对我们刚刚有个共识，就是我跟局长可能，我2辈子都没办法。对，我们可能将蚕花的技术由文兰老师、国文老师来做教学跟传承。我等一下再来好好讲一下国文老师的作品。我刚才讲说我们动静皆宜，对不对？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客家闯关客来闯关去的活动？这个是很动态的活动，我们要特别介绍，对吗？对，要特别介绍一下。是要局长还是我们的文兰先跟大家分享？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闯关区的一个构想。对，我们是将我们园区的建筑特色，还有我们的展览，然后融合在一起。那我们这次呢，总共有5个关卡。这5个关卡呢，首先第一个呢，就刚刚第1段的时候，局长就有讲到，我们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的圆楼建筑啊，是最早的一个最具客家代表的一个建筑物，而且是第一个。然后这个圆楼里面呢，有什么秘密呢？先卖个关子哦，可能大家有听过什么镜字亭啊，有听过什么晴耕雨读，这些呢，通通在圆楼里面呢可以发现得到哦。那第一个关卡呢，就是我们最夯的展览“娃娃看天下”，是什么娃娃？猜一下。我很怕被考试哎，文兰姐，你直接告诉我。大家都很熟悉的芭比娃娃。OK， 哇，芭比娃娃会穿上客家的服饰，然后呢，我们要把它呢做成一个拼图，用最快速的时间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拼图。再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呢，提供给之前呢年轻朋友设计的一个客家的一个作品的一个设计，时尚客气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展览的区域，让大家去那边呢，先抽出一张照片，看一下这张照片，然后去找到它原本的作品在哪里，然后再回来跟关主说它是什么名称。最后第4关。真的是寓教于乐哎，对，寓教于乐，又好玩又学习好多东西。第4个呢，就是让你穿上美美的客家服装，然后呢要做个名模。你说玩的人吗？对，玩的人穿着名模走秀，还要走一段秀。然后最重要的，穿上个美美的客家服装走秀呢，还要讲一句客家话。爱追奖，爱追奖，好棒哦！所以这是一系列，对，是一系列有5个关卡。那最后一关呢，在我们的2楼的一个展区呢，我们将很有特色的客家陶瓷精品区。那呢，我们的闯关队伍呢，我们会有青年图给他，那你捏出你抽到的那一张，陶瓷的造型，比方说我抽到的是一个葫芦的造型，对，请千万不要戳出一个长方形，这样是不能过关的哦。至少要把它的外形该圆的、该长方形的，把它捏出来，这样子呢就可以过关了。这样5关是不是很精彩？我觉得老师真的讲得好棒哦，好生动哦。我们哪个干部就会吃到园区很用心。我觉得他不是随便用一个游戏你来玩就好了，因为跟真品他重要的事情就会你来，然后寓教于乐，学习很多东西。这个好重要。你看，好险我们刚刚差点没有跟大家分享这么有趣的事情。对，报名啊或日期，其实大家上网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哈，不过我们回到我们的蚕花，对不对？我们刚刚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蚕花要很细心，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比如说它很亮，对，然后醒常就会讲，你要缠得很整齐哦，每一根丝线都要那样哦，免得它不会亮亮的哦。其实蚕花早期应该是在考验妇女的一个耐心度，就看看是，所以早期妇女她要出嫁的时候会用蚕花来帮自己准备一些嫁妆，然后会有时候像供花那一件，就是她要拿去。出嫁的时候摆在厅堂，让大家对他的手艺来品头论足。原来是这样。对，他的其实用意我们都把它推说应该上得了厅堂，要上得了厅堂。好险现在不用，还要下得了厨房。他会把它摆在最显眼的厅堂上面，对，然后来看这个新嫁娘她的手艺有多。而且以前结婚的时候头上戴那个小花嘛，也是蚕花。以前喜长某共真吉母迪呢，其实是以为只是一个塑胶花戴上去。没有，因为一般都会有一些吉祥寓意造型的一个把式，然后所以我们常说蚕花它具有一个祝福的含义，就对未来生活的一个期盼、一个圆满、一个祝福的意涵。老师讲得好好哦，对不对？不过太敢看，伊真给黑亲讲。
乃黑公青男，不过我要鼓励所有的朋友，黑公有星期，我们还是有基础班可以学习，因为今年就有口场嘛，对，可是他们刚刚说是创作班，创作班， 9月6号开设的是创作班，对，我太敢不是这样，我们还是会有基础班啊，对，好快厉害啦，对不对？可以从最基础的开始学习，让我们也可以上得了厅堂嘛，可以吗？欢迎大家来学残花。对，因为其实老师在2007年的时候，也是从园区的残花课程开始。那时候因为在2007年的时候，因为在做残花的学术研究，对，然后刚好园区有开设这样的课程，从那时候开始学，然后之后2011年就开始在那边教授残花的课程，一直到现在，对，然后培育了很多残花的爱好。我觉得好有趣哈，园区启蒙了国芬老师，国芬老师启蒙了更多的人，然后这个园区大家一起来学残花的人，就变成一个很紧密的一个网络。每年见面就像老朋友见面，按有给干不够，就是有一种一期一会，大家碰面来聊聊这一年发生的事。一期一会，大家碰面。国芬老师很厉害啊，他还在学校当老师，对不对？是，所以他把客家的这个残花艺术也推到学生的身上去，就扩展性这样。对，所以大家维持到哇，迄度人气做得高哦，做得快，还有动静才干动戏做得快，还有嘛个聊下长做得高。哇，今日只是东方一走的绕墙的 Andy 盖 Q 总文兰姐还有国芬老师来都节目地读，然后大家的副英雄哇15周年生日快乐，有好多的活动要跟大家来分享，有像授予给熊亲朋友做的大家 Q 哈来聊，有没有台你 to C 字，然后这么多的活动。不过我们刚讲到残花，对不对？你看老师讲的好棒哦，而且有很多的课程可以学习。其实我知道残花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然后也慢慢的编奏黑哈嘎文发演题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对，而且好像每一年都有不同的规划主题，对吗？对，因为是园区这边蛮用心的，我们可以发现说很多学了这一期在这边学了残花之后，他明年一定会再来报名，因为我们的主题都不会一样，对，因为园区它就会设定，好比说去年要跟天川日做结合，然后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可能设定在文创片，就用残花来做文创，因为我们知道残花这件传统工艺慢慢的已经传统习俗上已经不再使用，对，但是要怎么样来把它跟文创做结合，就是要让这文化可以延续下去。对，就是你看传统丢掉好可惜，但是有时候我们想要吸引别人来，但我们要跟当代做结合。像今天欣赏的都亚片啊，就发现一个小秘密，我觉得他心机很重。你看一下欣赏这边，是不是领子这边那个残花？对，这也是用残花做的，因为我们后来就会把残花做比较多的一个运用。是，然后因为早期我们可能不见得说一定是要在戴头上，然后像男生他很适合就当领扣，对，在领扣的方式来佩戴，很漂亮。因为一看就看，因为颜色很美，然后就很显眼。老师，你被我们发现了哈，就是小低调一点，然后我们就用低调一点来被发现，还是没有办法低调。新客家新美学，你看真的，你看局长就比我好，我就说心机很重，然后局长就被告新客家新美学。我觉得局长这样讲很棒，因为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好，所以讲到残花，其实文兰是学姐呢。对，她是我的第一期学姐。对，我刚才就说文兰姐，你是不是有学文兰姐？说当然，我是学姐。黑猫这也是很有兴趣，大家一起努力做这个。对。因为早期，因为我是在2007年开始学残花嘛，那时候就我算是第2期了。然后学姐就是文兰，然后是在这后来文兰她也在负责园区的一个主题课程的活动，所以她就会每年给我出题目。考试对，然后对，就变成说园区残花这一门课程还蛮热门，因为大家都期待说今年残花有什么样子的变化。真的好棒哦！你看，真的，你看又有艺术，又有文发，然后又有玩的。你看接下来我们又要再介绍一个比较激烈的，有没有？客家童玩乐 VR？ 对 ，VR 是没错。对，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特别为了这次生日派对规划了一个
特别的活动哈，就是客家其实让人觉得会过去其实有点沉重的感觉，然后可是我觉得站在过去往前看，我们新的科技一定要进来，对，所以我们这次有结合 VR 的一个部分，是让我们透过科技的东西。孩子也好，年轻人会喜欢，小朋友喜欢，甚至让老人家尝尝鲜。对啊，可以透过 VR 去看到我们里面有一些客家美食，或是有一些客家的工艺，或是其他我们重要一些客家的祭典，譬如说义民祭的相关的一些讯息，都会透过 VR 来呈现。OK， 那我们这次很特别，就是以前 VR 可能就是一个一个。可能你用完要等很久，没错，还要消毒。你戴完这个眼镜之后要换下一个，对。那加上疫情的时候还要消毒嘛，所以一个一个等很慢。我们这次可以1对多哦，我们同时可以10个人，是，所以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也欢迎大家到园区去。透过我们的 VR 来体验。对，那这个也是这个礼拜吗？还是是，对哈，是吗？哈，所以这个礼拜的活动很多，对不对？这每天都有，对，哇，好棒哦！古说真给邱台卡讲哎，你看今天特别邀请到这个贵宾来都鸦片，谁给安永给发通就会同台卡讲，因为我们要把握机会，对不对？我们今天特别跟大家讲，就是今天开始，昨天没有去没关系，给不考一次，给来去就安永。可是我们等一下，这个礼拜的活动，因为刚才听局长分享。台卡就地，因为一直很用心在这一块，所以其实一个整年度我们都一直有新的活动在规划。所以局长手上这个是下半年度的活动，对吗？没错。譬如说，我们有很多很不错的系列的研习课程，好，譬如说我们有手冲咖啡，哇，因为现在喝咖啡的人口真的非常多哈。对，怎么样来冲一杯自己爱喝的口味的咖啡？对，然后又可以品味生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再来还有我们客家的就是禅花的相关的一些讲座。跟欣赏，然后还有呢一样的创作班，对，大家最期待说的，对，很期待秒杀班，是秒杀班，对。那年底呢，其实我们说客家那个收冬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常民生活里面重要一个文化节庆哈。所以除了有收冬戏之外，我们有酱缸文化，因为我们知道客家常常将很多农产品腌制，对，因为。我最喜欢了嘛，冬瓜剁肉、梅干扣肉，所以会把它腌制起来。红曲，没错。好，那所以我们很多这样的课程跟活动，那欢迎大家有空，好棒。那要知道就可以报名，报名去哪报名呢？上我们的客家文化园区的网站，上面就写得非常清楚。而且有报名哈，有一斗名额，全部注意有。对，好棒哦！我觉得这真的是。好像就是不管你是退休的人士，或是你不是退休的人士，你只要有时间，你对安有跟扣场有兴趣，你真的就做得一报名。而且他的报名其实我真的觉得很棒，竟然有手冲咖啡，有对，我有阿婆一报名手冲咖啡吗？也会有，目前看起来都是年轻人，真的对，所以这个礼拜6就要开课了，所以要赶快来报名哦，好棒哦！对，所以我们会请老师专门来跟大家分享，哇，我觉得真的是你看看，你到那边去喝一杯咖啡，然后再去欣赏一下禅花，再来决定要不要上禅花的课。一条龙的作业，一条龙的作业，好像全龄化的服务。对，哇，好棒哦，全方位，什么都有。意思就是说，通常我们在做电视节目的时候，会说啊，你这个电视节目会本马萨看嘅，有声音看嘅，台语看嘅，弄耳看嘅。刚才知道演期嘅拜托唔係，佢真的是。从最年轻的小朋友，对，然后到阿公阿婆，像老师也有讲嘛，阿婆也会去学禅花，年轻人也会去学禅花。禅花班的年龄层其实还蛮广的啦。除了说我们希望他在20岁以上有个基本的技能来学习的，是从20岁我的学生群曾经到70、80岁阿婆都有，真的。对，然后其实他们只要喜欢、有兴趣，来到园区，我们都会慢慢的来教导他。是，而且老师事实上也会在他们身上得到不同的回馈。对，就像你弄。给的回馈，某 Q 用给，我会在他们身上看到某 Q 给创作能量，也看到某 Q 给，包括颜色选择就某 Q。因为每个时代的他喜欢的颜色群是不一样，所以你就可以很鲜明的发现，年轻一代。跟比较长辈，他们喜欢的色阶，他们喜欢的色样不一样，那这就会激荡出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各有特色，对。然后今天整个节目经常都要台港有发现mo，其实你看手冲咖啡、禅花，我们从传统到结合当代，对。然后我们又在新北市，有给大家会觉得比较都会的地方，所以其实局长在这边，我们也会觉得其实那边有非常多隐性跟哈嘎尼，对，所以我们也会对说这边所有周边的这些哈嘎尼，因为哈嘎尼。
爱吃都较内敛，爱去感觉黑暗容易嘛，对他不会一出去太搞好，爱去客家人，不会暗容易嘛，对不对？你真的当你交朋友就这样，我们知道，对，你是客家人有暗用给感觉，所以是一种都会客家给感觉。新北市有64万的客家人，不过因为是都会形态哈，平常是那讲某提老聊过聊天哈，不会低给客家人，真隐很隐性啦哈。对，所以我们要服务这样的一个广大的客群哈，有时候其实挑战也很多哈。是，所以我们办每个活动，我们都很希望说，怎么样来吸引，不只是客家乡亲，那一般的市民朋友对也喜欢来，非常重要。对，因为我们要交流，对我们彼此认识，对不对？唯有他喜欢来之后，他才会去接触。是，那接触之后，他才会喜欢。喜欢以后，他就会互相欣赏。我觉得客家就是要这样扩展出去。对，站在过去很丰厚的文化底蕴上面，那也要对接未来或是国际。所以我们刚刚有说嘛，哈，新美学新客家。那这部分我们一直在努力。对，真的，而且我刚刚听老师也好啊，我们的文兰姐跟局长安永给分享，我觉得在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我觉得有大家庭的感觉，我觉得大家的关系是紧密的，对不对？因为才会有什么叫回娘家的活动，对不对？报名活动还要曾经来过，对不对？还要上传照片哦，就代表这个关系是紧密的。对，其实我们今天特别邀请3位贵宾，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因为时间很紧，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暖心的故事。我们短短1分钟，有没有什么特别暖心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暖心的故事吗？然后讲个最近的好了，就是我们8月2号当天的这个百人南京呢，其实呢，就像刚刚说，我参加的对象呢，就曾经参加过我们的活动啊、展览的这些好朋友们呢，一起回娘家。那我们这一次呢，有把我们94年、95年还有99年参加过的小天使的导览班，还有我们的客语童谣，还有我们的客语布袋戏的这些小朋友，要称小朋友吗？现在都变成大帅哥大美女了。他们呢，真的哦，大家呢一起讲好了，一起回来参加我们的百人南京，然后回到他当初呢上课的地点，去重温那个美好的时光，一起讲一讲呢当初上课那一些好玩有趣的事情。那我觉得呢，像我们是在第一线服务的人员，那有时候呢，现场的一些来宾啊，可能听完我们的导览互动之后呢，他会拉着你的手，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呢是我小时候，或者是我曾经什么时候呢，你让我跟大家这样做现场的分享，很感动，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保持很热情的一个原动力。对，因为给不应该访问 Q 中也好，国芬老师也好，文兰姐也好，我真的在他们身上感受到这浓浓的这种热情跟情谊，我都觉得好像是一个大家庭。不过真年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来到这边，我们祝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生日快乐，好不好？安子 C 好，大家係講大家要喺大家樂意參加安永界發堂哦，聽到下來怎麼解你做認同了？